Hello 各位，我係 Yandy 啊。今次我同我 friend 去到深圳嘅國貿站紫陽影院足道 SPA 呢度做40分鐘嘅足療按摩，都係39.9咋，仲要免小費添。而家仲有粉絲福利啊！睇完 Yandy 呢條片之後去按摩，仲有太陽眼鏡送、老花眼鏡送啊！即係一個按摩就送2副眼鏡俾你拎走啦，仲可以驗埋有冇眼疾添啊！另外而家按摩店呢，仲有駐場中醫康復治療師啊，已經拎晒高級認證㗎啦，非常之專業。我個朋友呢，有駝背啦，即係俗稱寒背啦，佢做咗1次就已經有明顯嘅效果啊！大家睇下呢個前後對比圖，係咪好明顯呢？咁我而家出發啦，講下點樣去呢間按摩店先。喺羅湖1號線坐一個站去到國貿站 B 出口，其實轉個彎呢，就已經係按摩店嘅樓下啦。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其實就喺金光環商場一條馬路之隔，所以嚟呢度按摩呢係非常之方便。話咁快呢，我就到咗按摩店啦。按摩店嘅面積非常之大，用咗天空嘅主題做大堂嘅裝修，感覺環境好舒服，好柔和。另外仲有多間獨立嘅房間啦，可以配合唔同按摩嘅項目。房間嘅空間都係非常之闊落啦，空間感十足，唔會有局促嘅感覺。就算幾個朋友一齊嚟呢，都可以一齊喺一間房度按摩，私隱度非常之高啊！另外仲有星空主題按摩房啊，幾靚，環境好舒服啊！我個 friend 而家就開始按摩啦，佢做緊呢一個按摩呢，就係39.9 40分鐘足療按摩，仲係免小費㗎，明碼實價。係做足40分鐘㗎，浸腳嘅時候呢，就會幫你按肩、頸、背脊、手臂、手指，絕對冇浪費任何1分鐘啊！以呢個價錢嚟計，性價比真係超高啊！而且佢哋呢度每一位嘅按摩師呢，手勢都係非常之純熟啦，而且有多年嘅經驗，按每一個穴位呢，都係非常之準確。而且係好到位添啊！平時你哋有冇去做開按摩呢？ Yandy 呢就成日都去做按摩㗎。按摩其實係一種自然養生嘅療法，除咗可以舒緩疲勞之外呢，其實呢仲可以調理身體啦，加速身體嘅血液循環，新陳代謝都會好啲㗎，亦都可以改善睡眠嘅質素。腳底穴位嘅反射區呢，係佈滿咗我哋身體嘅5臟6腑各部分，而足部嘅按摩呢，就可以調節身體內部嘅機能，刺激身體內臟嘅反射區，從而提升身體自愈嘅能力，改善病痛，仲可以改善消化功能，消除水腫。所以做腳底按摩呢，係有好多好處㗎。大家做完呢個按摩之後呢，記得去埋隔離眼鏡店拎禮物啊！喺同一層嘅啫，直接行過去就得㗎啦。而家送個粉絲福利俾大家，就係免費有1副太陽眼鏡同埋1副老花眼鏡送俾你哋啊！另外仲可以喺呢度驗埋眼疾，呢個服務呢都係免費送俾你哋㗎。跟住記得行去雪櫃拎埋免費嘢飲啊！好多款任揀㗎。講完禮物啦，而家講返按摩店先。佢哋有駐場中醫康復治療師，已經拎晒高級認證。頭先我按腳嗰個 friend 呢，其實有駝背，即係俗稱寒背。今次我哋上嚟呢，就係專程揾呢一位高級中醫康復治療師，睇下佢呢個寒背有冇得改善嘅。大家可以睇下呢個對比圖，做咗1次就已經有明顯嘅效果啦。你這個拖得太厲害了，放鬆。呼氣，呼，天，不是響了嗎？呼氣，呼，啊，這不是響了嗎？呼氣，再呼，呼氣。
放鬆，好，放鬆，放鬆，放鬆，再放鬆，好，放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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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放鬆，放鬆。咁可能會有人留言問我呢個項目係幾多錢先？我呢就冇可能講到實質嘅數字俾你哋聽，因為每個人嚴重嘅程度都會唔同啦，所以價錢都會唔同嘅。但係呢，我就問過，如果係普通症狀嘅話呢，300幾蚊呢就可以幫你斷尾㗎啦。想知道呢個治療實質嘅價錢呢，你哋可以親身上去問清楚，諮詢一下呢一位中醫康復治療師嘅。仲有腳部其他問題呢，都可以上嚟揾佢哋㗎，例如灰甲呢啲問題呢，呢一度都可以幫你治療㗎。今日嘅分享呢，就差唔多去到呢度啦，希望你哋會中意呢條片啦。想睇更多深圳嘅資訊呢，記得訂閱 Yandy 啦。睇完呢條片記得俾個 like 我啊，又或者留言俾我。多謝晒各位收睇啊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